但是咱台湾天气热协，欧洲袂少国家嘛是热甲冻袂调，遐各地气温是超过-32度，西班牙的高温甚至有甲45度。目前法国、英国抑阁有西班牙已经有真侪所在拢发出高温的警报。 工厂的喷泉一直喷水出来，大人囡仔伫水条内底耍水耍甲真欢喜。这个天气开始烧热起来，欧洲各国嘛出现小阴天气。法国气象局的预报员表示，首都巴黎气温达到-34度，西南地区气温是超过37度。高温和民众开始去喷泉、游泳池，也是较凉的所在度日。We don't have air conditioning here. Our apartment is very, very hot. And we're just happy to be in some green space and yeah, to get a little bit wet and cool down. 英国首都伦敦的气温是达到32度，希斯罗机场的气温更加达到32.2度，加做今年上热的一天，比季节的平均气温高10度。而西班牙南部地区的高温超过40度，部分地区甚至是达到45度。上街路的民众必须要举雨伞，地步也是一直补充水分。 Bebemos agua, nos remojamos un poquito, ahora vamos a buscar un granizado fresquito y un truco muy bueno, entrar en las tiendas con el aire acondicionado, refrescarte 5 minutos, mirar un poquito la compra. 暂时法国气象局已经向国内西部、西南部等等39个省份，还有布列塔尼大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。 英国卫生安全局是向英格兰所有地区发布高温健康警报，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是对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发布高温危险程度第2悬的伽马色预警。另外，欧洲国家克罗埃西亚亚得里亚海岸是伫2日爆出森林大火，当局动员160名消防员、50台消防车、加4台水炮车，而且疏散当地游客拍火。好在到暗时，大火已经拍化，只是这场野火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太热造成的，是人为放火。当局会进一步调查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